恁着学乐耶和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伫疫情的时期，咱无法度相甲自己来敬拜，毋过感谢主，互阮犹原会当接到网络，伫空中来见面。所以这时邀请咱每一位兄姐，咱做伙用祈祷的心、备办心来吟诗、来敬拜。求圣神甲示阮，伫特别的时期要安怎祈祷、敬拜、亲近主。咱大声来吟圣神，请你来，求圣神帮助阮知影安怎祈祷。圣神，请你来，充满我的心。万邦来亲近你，各国人把你，圣神叫你来，改变我的心，让我看你，让我听你主爱你名声音，我求相给，相给，相给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求圣神搁一摆来安静阮的心。圣神，请你来，触摸我的心，万邦来亲近你，各国人把你，圣神，请你来，改变我的心，让我看你，让我听你主爱你名声音，我求相给，相给，相给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我求相给，相给，相给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邀请咱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时阵用淡薄仔的时间来向主来祈求，将阮心内所需要的、所望主赏赐阮的、帮助阮的，来向主来求讨。这个时阵，咱用一寡时间来祈祷。亲爱的主圣神，伫这个时阵，虽然台湾的环境有真侪咱无法度来常常的代志，真忽然地发生，有时阮的心是真乱，嘛定定每一日看新闻嘛，感觉有真侪忧闷，也是烦恼可能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不过，亲爱的主圣神，
求你帮助阮，在敬拜你，在注目伫你的时，阮的心就会当重新来得到平安，重新来得到安静，重新来听从你伫这个时阵要互你的子民来行、来听、来看的代志。所以，亲爱的主圣神，求你时常行阮伫地，求你时常对阮讲话，求主你帮助阮伫今仔日的敬拜内面，搁较深来认识你，知影你要安怎引带阮每一个人的道路。感谢主，咱对头搁来祭拜，邀请圣神来到阮的中间。圣神降临来，触摸我的心，万邦来见光你，各个人马里。星星降临来，改变我的心，让我看你，让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呼求神。信心通荣耀你，通学乐你，求圣神你继续来教示阮，要安怎来敬畏主、倚靠主，来到伊的面前来敬拜伊。咱三甲来吟，天下万邦万国万民。
足美疼痛的主，阮的上帝。虽然时机无好，虽然世代变化，总是阮伫逐所在犹原奉你的名自执。当我用网络线上的礼拜时，主你犹原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同在，无论是伫圣殿，还是伫每一个家庭的中间，主阮尊主最大，分别为圣。愿圣神临在伫阮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所在，因为阮知你看重阮的内心。圣神甲阮参甲伫咧，也愿你的话请做阮的快乐，请做阮的帮助。其实阮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我要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天教，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天父光，上帝就降达伊，列邦看欢口，列国动摇。上帝出声，地就逍遥。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来看上主的所做，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伊压一根斩断枪，放火烧戦车。伊予战争拢煞，全地拢停落来。伫全地受尊最大，万军的统帅上主。天顶的爸上帝，阮感谢阿乐你。今日早起受你大恩的囝儿，会通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天父，建立美好的关系。阮感谢阮阿乐你，这时阮同心合意，尊主最大，求你找你的神。掌管通过，梦想一半，伫厝里同聚会的兄弟，互阮因为你的恩典，伫阮逐人的心上，伫
得到上天的福分，来敬拜服侍你，也互你的百姓领受你的话，重新得到开力，得到新的愿望。主爱的天父，虽然阮无法度伫圣会实体当自会敬拜，阮依然是同心合意敬拜服侍你。愿你欢喜接纳阮的敬拜，赐福气，互富强教会众兄弟姊妹万事平安，一切顺利行通。听阮的天父，阮感谢阿乐你，伫生命日子中，你是阮的倚靠甲拯救。求你的圣神来带领、引带、保护阮，帮助阮会谦卑顺服你。恳求主爱的天父，伫富强教会阮的肢体中间，心心灵软正软弱、骨长病痛，以及失去亲人的，求你赏赐医治、怜悯、看顾甲安慰，伫因的身上。天父上帝，阮的主啊，你有应允你的百姓，若是谦卑祈祷，找求你的面，离开一切歹所行。照顾正会已经感染的病人，求主亲手紧紧来停止这疫情，医治稳定，彰显伫台湾这个土地。你的囝儿同心祈祷，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共修上帝的话，有2位的经文。第一位，约珥书第2章28节到29节；第二位是使徒行传第2章
第1节到第4节。约珥书第2章28节到29节。了后，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互凡有肉体的恁的囝、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恁的老人要得到面梦；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伫遐日，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罗卜路边。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4节。五旬节的日到，门徒拢聚集伫一所在。忽然有声对天顶来，亲像透大风，充满因伫坐的规间厝；阁有亲像分开的火舌对因出现，歇伫逐个人的顶面。因拢受圣神充满，照圣神，互因的才能开始讲别种语言。以上愿主来祝福咱所领受伊的话，这是通过影音圣歌队献诗，主请谢。You
安。虽然牧师袂当看到你，但是你会当看到影像，所以有愿要请咱，甲咱厝内，咱做伙礼拜亲人，甲因讲愿你平安，甲大家称呼愿你平安。感谢主，咱虽然有一个时空的隔离，总是咱的心是共款的。感谢主，咱伫主的厅内面享受到对上帝来的恩典。虽然受这个疫情的隔离，总是咱的心互相相结连，互相相带倒。今仔日是这个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节就是上帝所予咱恩典甲疼痛的日。上帝通过圣神降临伫咱每一个伊的百姓的身上，所以这个时阵，咱大家要通过圣神造访，如风如火。咱今仔日要讲第二讲，三角来学习主的话。兄弟姊妹，圣神伫每一个时代拢有伊的工作。虽然咱大家无坐做伙，但是咱发现上帝予咱有一个真大的心意。头一个是予咱搁一遍思考敬拜的意义。到底咱做伙组织有较虔诚敬拜无？还是咱分开的时阵，咱有关心三甲结连？这予咱一个真大的学习，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第二，若是假使咱袂当一个公众，也是遐尼侪人做伙组织，那安尼你我大家分开，大家人伫无共款的所在，是毋是也代表上帝爱咱？伫大家家庭、大家组织的所在，咱做伙设立祭坛来敬拜上帝。就亲像当时阿伯拉罕，因每到一个所在，因无袂记哩大声起造祭坛来敬拜主。第三，咱这个线顶的礼拜，虽然品质无一定甲咱伫现场遐尼共款，但是咱拢共款会当做伙聚会、做伙敬拜、做伙灵修。毋过唯一咱袂当做到的，就是咱袂当伫即个现场，大家兄弟姊妹互相来招呼，互相来请安，互相来分享交陪。最近即礼拜咱大家有啥物款趣味的事，也是经历到啥物感动的事、见证的事，所以咱真期待兄弟姊妹，咱毋是即个线顶的礼拜煞，大家都无过啥物联络。真希望你会当甲家内的人有一点留落一点时间，互相信仰上的分享。也是咱礼拜煞用视讯嘛袂要紧，用电话嘛袂要紧，甲咱其中的一两户兄弟，你所识的兄弟，大家互相用电话、用视讯，大家互相来交陪，互相来带倒，安尼就会当补足咱袂当做伙组织即个时间迄款的缺陷甲无够额。咱拄则有读两位的即个经节，即个经节就是伫咱的圣经的内面咱有两位的经节。头一位就是约珥书，约珥书2章的28到29，过来就是使徒行传的2章1节到第4节。这两段经文，咱等下通过小等的咱的即个分享中间会当搁做复习。来先，牧师要甲恁三角学习的是讲，圣神伫每一个时代有伊的工作，每一个时代有伊的工作。先伫约珥书，伫个约珥书内面，这段咱所熟悉的经文内底，伊有安尼讲：了后，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互凡有肉体的。恁的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恁的老人要得到面梦，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这个经节大家真爱读，是讲先知约珥宣告，伊讲我的神就是上帝的神，
伊讲要降落伫所有有肉体的，表示讲你我大家拢是有肉体的，表示你我大家甲上帝结连属血气的，上帝灵要临在伫咱中间。伊讲恁的囝、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什么意思呢？圣神同在的时阵，咱一个普通的人，有愿要领受这个先知的话。伊讲恁的老人要得到面望，意思是老人毋是无路用，毋是已经退休啊，是伊有原有领受到圣神的同在甲快乐。伊佫讲，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这个异象是对上帝来超越人所有一切。迄个异象是人所袂当了解，毋过上帝甲咱指明。然后，伫第29节佫讲一句讲：伫遐个日，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罗伯鲁比，降落伫罗伯鲁比。安尼什么意思？是表示上帝无惊人啦。那凡有甲主相结连的人，伊就要降圣神伫伊的身上。但咱若是讲用时空的连结，时空的连结，《使徒行传》的2章1节到4节，相对的就是咧有过约珥先知所有过的，因为这是圣神降临节的记载。伊讲五旬节的日到，门徒拢聚集伫一所在。忽然有声对天顶来，亲像透大风，充满因得坐的规间厝。这个话甲约珥书的宣告，迄个连结是非常的清楚。然后第3节讲，佫有亲像分开的火枝对因出现，朽伫逐个人的顶面，因拢受圣神充满，照圣神予因的才能。开始讲别种的语言，这段话咱顶礼拜已经有复习过，就是五旬节。五旬节表示伫搬假最后50日，叫做五旬。旬咱台湾的旬就是10日嘛，吼，所以五旬就是50日。啊，这50日是安怎算呢？对伫犹太人的算法是讲，对搬假节了过50日，叫做五旬节。啊。伫迄个五旬节是犹太人真重要的节日，因聚集伫一所在，这是真奇妙。因为耶稣讲，我有要应允圣神予恁，但是是毋是伫即日因嘛毋知啊。但是五旬节本来就是遮个犹太人伫聚集的所在，的时间。但是讲忽然是拢无有调啦，拢无有人会去体会讲突然间发生。圣神的临在就是安尼，突然间发生，对天顶有声，然后亲像透大风，佫毋是微微仔风，是透大风，讲充满着因所坐的规间厝。咱知影咱伫厝内有风无风吼，大家拢感觉会到啦。若讲有风对窗啊，对迄个浪芳入来，哪有讲大风规间厝咧？迄种的感受绝对是无相像的。佫讲亲像有分开的火枝对因出现，会分开的火枝朽伫因逐个人的顶面，所以表示这个异象毋但是感受会到、听会到，而且看会到。然后第4节讲，因拢受圣神充满，照圣神予因的才能，开始来讲别种的话。但这就是对约珥的宣告、预言。过来就是门徒伫五旬节的时阵领受到圣神，就点开啦，就点开了新约的时代，教会的建立。因为咱拢甲伊讲五旬节就是教会的即个建设的纪念日安尼。咱承接着这两段经文，予咱的一种领受。那既然先知清楚宣告讲，我要将神来分享伫每一个有肉体、有血气的人。圣神搁伫五旬节降临伫每一个信徒的身上。那安尼，咱就要承接讲，今仔日伫咱
的长老教会，圣神有缘甲咱三结连三角工作，所以咱要学习是圣神伫每一个时代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对上帝恩典所领受的祝福。因为过去咱台湾100多年来的教会历史，只有咱长老教会，所以咱较无其他的遐经历，也是讲其他的传统，咧甲咱分享讲圣神工作。意思讲用咱家己的角度，咱可能感受就袂全部就对啦。以往对少年时代参加聚会各种的聚会，较少听到对圣神的教导啦，因为咱对伊无了解。也是讲无接触，所以咱就感觉有点敬而远之的感觉。所以咱对圣神的充满，对伫即个态度甲教导，咱拢感觉讲无啥了解，无啥清楚，甚至讲灵魂运动，有时咱佫有点排斥的感觉吼，有点排斥的感觉。所以也因为安尼，咱就慢慢。安尼无提起，嘛无接触，当时真侪传统，真少甲其他的教会接触，就无机会经历，嘛常常会产生误解。比如讲，有的教派，因的祈祷较大声，因的祈祷较有色方言，咱就会感觉讲这个甲咱无共，无共国的就对啦。你对伊甚至有负面的评论安尼。不过，我有看见着咱的圣诗吼，咱的台语的圣诗，伊的歌词真清楚，甲咱讲圣神呢。圣诗的歌词对圣神的教导真清楚。396首，咱新圣诗396首第3节，伊讲教会奋兴对阮做起，所受灵恩哪加天。灵恩什么意思？圣神的恩典嘛。所以灵恩不是歹的意思呢，嘛不是好面的意思啊，是灵恩哪加天呢？然后伫这个398首，拢是较属于上行的诗啦吼。伊讲圣神关灵，甲咱感动，徛起逐人心内。圣神关灵，甲咱感动，徛起逐人心内。兄弟姊妹。这是咱对长老教会圣诗所领受的。圣神的关灵呢，要徛起伫咱心内，然后伊要做工啦，无徛伫你心内，到底什么意思？敢毋是要互你认捌主？敢毋是要互你亲近主？敢毋是要互你知罪？敢毋是要互你有气力，通为主来传福音？所以兄弟姊妹，长老教会毋是无圣神的工作，长老教会圣神工作。充满着侪新约基础伫咱历史的中间。长老教会伫教会历史中间，圣神同工，我会当分3部分来讲。头一项是教会初开始的时期，也就是宣教师来到台湾的时期。迄个时阵，大家人对外来的宗教、基督教非常的排斥，但是圣神就是一步一步做工，通过初代。甚至咱今年咧纪念马雅各医生安息100年，伊有甚物款的勇气，会当伫即个偏僻、语言无共款的所在来建立病院，然后伫逐个所在建立教会，也线接有巴克的牧师，有遮的宣教师来创设学校，无论是新学院也是高中，甚至。有侪所在拢受压迫，侪宣教师受害，甚至掠去关监，总是因靠着圣神的帮助，因有缘勇敢伫传福音，有缘勇敢伫照主的教示，伫遐来传扬，互侪所在，侪人来认捌主。兄弟姊妹，这拢是圣神的工作。但有一个伫咱台湾的教会历史中间一段。足特别的圣神工作的工，就是伫日本时代，伫1936年，就是民国25年。当时伫中国福建的所在，有一个足出名的布道家，叫做宋尚节博士。
咱台湾人吼，迄阵捌字的无济啊，宋尚节吼，较少人讲。因安怎讲？讲宋朴树啦，讲宋朴树就是咧讲宋尚节。啊，宋尚节的故事，因为有伊的传记，真侪兄弟捌听过伊的故事。但是伊竟然伫遐尼早，民国25年的时阵就来到台湾，伫全台湾奋兴布道会。啊，伫迄边的时阵，因为即个宋尚节故事有圣神的同在，啊，伊真强调悔改。强调敬虔，强调热诚敬拜上帝。啊，所以伊伫台顶用地歌招呼会友做伙来唱。昔日家，昔日家，永是阮的荣耀。即款的诗歌，也是讲我都爱认罪。即款的话的诗歌，伫遐帮赞会友啊，伫遐来悔改。啊，所以伫迄个时阵有即款的技术，有一段短短啊，伫迄个前辈的牧师叫做杨树勇牧师吼，伊有写一本南台教会史，啊有一段话伊用台语写的，啊我会当读互咱知影。即个杨树勇牧师咧，伊即个南台教会史，伊安怎写？伊讲南部大会邀请宋尚节博士来台奋兴。北部也参加，因为迄阵南北吼两边的教会也毋是合做总会哦吼。北部是属加拿大的即个宣教，啊，所以讲北部嘛参加。伊讲宋博士伫1936年的4月中旬对厦门来，伫台北就是大稻埕，伫台中、伫柳园、伫台南、伫咱新人院，吼，伫咱台南新人院迄个大埕的所在。讲开奋兴会，大概吼一所在差不多1礼拜久。伊讲逐位1礼拜久，逐所在拢有几若千人赴会。啊，这是咱早期日本时代有遐尼侪人组织的所在，实在是真无简单。因迄阵嘛无现代化的扩音的设备，所以你看逐个人遐尼啊热情，交通嘛无遐尼方便。伊讲对1礼拜的奋兴有侪人。流目屎反悔认罪，毋是反悔尔，是流目屎。阁有侪组织真侪布道队，全岛的教会一时大震动。伊讲阁无偌久哦，毋是讲即礼拜煞哦，阁无偌久，伫厦门有宋博士的查经会，意思讲伊开迄个查经班。若要讲是有点仔短期的文道训练会就对啦吼，啊叫做查经班。讲迄阵台湾嘛有100人以上去赴会，专工走去到厦门咧，表示逐个人的心真较无，感觉讲意犹未尽，逐个小坐安尼坐，应该是足早就爱准备啊，坐船啊，过去厦门去赴会。讲即时的奋兴虽然有的人是一时的，吼，意思讲啊，都热无偌久就无去啊，但是讲伊原真有利益。亲像这的布道队存在真久，逐个人遵照宋博士即款的勉励，啊，这是当时宋博士来台湾的相片啦吼，几张的相片，啊，这是宋博士吼，伊的相片，啊，这是伫台北的布道会，人客伫大稻埕迄个大埕的所在，这也是，啊，这嘛是吼。但这是咱记载着宋博士，所以。1936年，大概伊要100年前啊。啊，当第三个时阵，上明显就是咱有真侪老辈兄弟有经历过的，叫做陪家运动的时期。迄个时阵，我拄好囡仔，我会记得，连我的故乡七米迄种小所在，拢有派培灵布道的人去到遐。伫遐培灵，伫遐讲到因为。阮遐个所在吼，交通都无好，所以常常是讲员来，啊，迄暗吼，就招阮的会友，逐个人做来礼拜堂。迄阵啊点油灯呢，啊，逐个伫遐听讲道安尼。迄阵祈祷会真火热，会友拢大声开声祈祷，啊嘛真普遍实施家庭礼拜。就是今仔日咱伫即个疫情的下面，你我逐个袂当见面。但是呢，
你若伫你的厝设立家庭祭坛，迄个所在就是礼拜堂，一个小礼拜堂。早前交通无方便，也是向遐资源无方便的时阵，做家庭拢举行家庭礼拜。兄弟姊妹，咱搁来讲，就是讲，伫天主教会有即款的历史，咱伫即个现代的时代，大家交流非常的密切。我真意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过再对圣神有一个误解，也是排斥，也是感觉讲伊甲我无关系，我都即派，毋是你迄派。咱是要看伊讲，事实教会历史的中间吼，即款圣神的工作，伫迄个中间一直咧运作，有时会较无遐尼明显是人为甲挡掉的，毋是圣神无咧做工，是人感觉讲这项我无爱，就甲挡掉的安尼。所以教会伫历史中的信仰传承，所以头一个是叫做多样性的属灵传承。我顶无偌久看见咱台南市人伊前院长王宗尧牧师的文章啦吼，伊这个文章中间呢伊有写一篇文章叫做“伫教会敢袂使跳舞啦”吼，哇，即个标题，互人感觉真好奇，想要看呢吼。伊这篇文章写的意思是啥？写讲什么？咧写讲对古早到现今，信仰甲敬拜的形式吼，拢对着时代，也是民族，也是社会文化，甚至国家政府的制约，有无共款的传承啦。因为咱人伫迄个内底，比如我属于即区的，我属于即个民族的，我属于即个文化的，我互伊甲我训练了，我就感觉讲我即项较好啊，别人的我就无爱啊。事实圣神是多样性的传承吼。伊讲这篇文章有几项真有意思，咱伫遮学习。伊讲旧约的圣经吼，希伯来人的传统真享受伊的庆典甲舞蹈咧，甚至因有啉酒宴食。咱看诗篇真侪所在讲，伫对顶的宴食安尼。所以宴食就是讲啉酒、食饭、食青草的所在嘛。所以伫希伯来人即款的传统是真正常的。伫出埃及记嘛有记载讲，女先知米利暗，伊摕即个玲珑果，所有的妇人人吼，即个女性拢对伊咧跳舞，即拢是当时伫信仰上的表达就对啦。甚至咱后来看见以色列军队吼，伊占领非利士人倒转来的时阵，讲妇女对以色列逐个城出来，欢欢喜喜拍鼓讲锣拍鼓就对啦吼，歌唱跳舞来迎接扫罗王，就是以色列头一个王。所以表示即款活泼跳舞运动吼，伫因的古早历史就拢有啊。但是呢，当到伫新约基督教设立了后，嘛是有一个无共款的传承啦。初代的教父吼，狄土良，伊就讲上帝偏爱的人才会讲方言，表示当时讲方言是足普遍的。毋过开始慢慢有一点受限制。早期的基督教的小团体，后来经过一个大的组织，这个大的组织你若无规矩吼。你做安尼，伊做安尼，就会产生困扰。所以当教会进入较有组织的时阵，伊讲就会禁止叫做热情的活动啊。哇，火这个活动吼就歹控制咧。所以包括上原始的体验，亲像圣神附身吼，充满热神温的这个物件，有表达、有讲方言，这款的情形就慢慢受排斥，也是禁止。这篇文章佫讲。基督教后来成做罗马国教，哇，迄就佫较受限制啊！因为迄个挺团结甲集体真狂热的即款的活动表现就慢慢消失。因为大人拢是基督徒咧，你有先知有表的讲话，我有圣神的充满，哇，会足乱嘛！所以慢慢伊讲是用教务组织、管理组织甲阶级制度。来出现啦，后来就咱所讲的迄个新品阶级，就是咧这牧者的阶级就出现啦。所以讲方言的情形就慢慢少去啊。所以一位社会学家叫做韦伯伊讲每一个新的宗教的发展，
上要紧的是最后用叫做理性的道德体系有一个管理，有一个规矩，有一个程序的来代替早期迄个工作的灵感。所以咱就知影讲原来咱会当看到今仔日这个形态、礼拜的形态、祈祷的形态、程序，拢是有经过传统慢慢建立起来。但是咱无因为安尼就把圣神赶伫外面了。最后咱要讲的是甚物呢？就是领袖的态度。既然知影讲圣神自由咧工作，当圣神伫即个时代临到咱，要爱咱做工的时阵，咱毋通用人为的思维，也是咱即个体制上的束缚，传统的习惯，伫遐甲摆脱去。有一段经节在甲咱讲起即款的态度啦吼。我要用这段经节甲咱学习来做结束。哥林多前书的1章10节到13节，哥林多前书1章10节到13节，这段经文呢是咧甲咱讲保罗伊面对着哥林多教会吼，大家咧纷争分裂啦。哥林多教会纷争分裂，10节讲兄弟姊妹，我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劝恁大家讲话着一致。恁中间嘛毋通分裂，要团结，有相款的想法甲共同的目标。虽然短短一段话，但是咱会当理解到讲，保罗可能面对着即间哥林多教会哇，大家意见真多呢。伊讲话一致，表示讲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毋信你，你无信我，哇，这真麻烦。所以保罗讲，恁就讲一致的话啦，吼。一致的话是讲意见爱共款啦，毋通安尼纷争啦。伊讲我用主耶稣基督名，甲恁困，甲恁即个困求呢，甲恁提醒呢，讲毋通分裂，要团结，有相款的想法甲共同的目标，伊伫遮伊讲原因啦，11节讲我的兄弟姊妹激来因兜的人有对我讲，激来就是一个兄弟姊妹有来讲报即个消息，讲因中间有纷争就对啦。12节纷争什么呢？我安尼讲是因为恁中间有意见纷纷，有的讲我属保罗，有的我属阿波罗，有的讲我属彼得，有的讲我属基督。敢若保罗讲到就4项4项就4个个体，大家人家己相争，要挖倒一个挖倒一个。这是保罗讲当时分别的意思。保罗感觉真艰苦，伊就讲一句话，第13节讲：基督竟然互人分割啦，耶稣互人切做几啊地啦。讲保罗剑有替恁钉十字架吗？恁剑有奉保罗的名来洗礼吗？伊就开始质疑，讲恁莫讲你我毋免讲，我也无替恁钉十字架啊，你若无奉我的名洗礼所以呢。伫即个所在有讲到因分裂的情形。后来佫伫第哥林多前书3章21节到23节呢，伊伫遮有讲起到伊的态度啦，就是领袖的态度。伊甲遮个哥林多教会兄弟姊妹第3章21节到23节讲，所以无论什么人，拢毋通用人做看口，其实一切拢是恁的。一切拢是恁的，表示讲，恁毋通大家看来看去，保罗的贡献，阿波罗的造就，所以这拢是协助恁归向伫独一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恁毋通因为安尼分开，表示讲，什么人较介意我讲的，就比我，安尼就变我的传统，甲你影响到你对你的信仰甲耶稣的关系咧。伊讲恁就爱转来。讲一切拢是恁的，意思讲享受到迄个丰富嘛，有即款的造就，也是讲有即款的牧者甲恁教导，恁有领受到爱感谢主；，佫有另外即款的长老甲恁勉励，你爱领受到；，佫有即款的讲员甲你造就，拢做伙领受。伊讲一切拢是恁的，即句话真有意思，一切拢是恁的啦，毋通分别，毋通竞东竞西，煞秩序互迄个丰富减少去。伊讲，无论保罗、阿波罗、彼得，即世界生也是死，
现在也是将来，这一切拢是恁的，恁是基督的，基督是上帝的。啊，这句话咧讲哦，足顺的。你看，伊讲无论这是甚物人啦，讲现在也是将来，拢是恁的，就是表示这个完整的丰富甲内容，甲上帝的恩典，拢是恁的。啊，恁爱归伫基督，基督是上帝，安尼才袂偏差去。较袂讲咱定下讲出迄假先知，就是安尼，伊讲伊一套，啊，逐个对伊，啊，甲耶稣放外，安尼都无毋对啊。保罗真强调，伫当时哥林多教会安怎毋通分派、分裂，毋通讲上讲的较对，是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一切的主。遐尼姊妹，无使用今仔日这段，咱伫网络礼拜无用伤久吼。牧师要招咱讲，小等下，啊，咱即个转播煞，望咱犹原有即个家庭的这段，啊，大家来分享讨论。啊，伫咱的即个电子的即个周报吼，咱寄伫大家人看会到的周报，有即三个主题啊。啊，牧师甲咱分享讲，要安怎来进行？第一就是讲，咱家中的长辈，你就是小组长哦吼，你来主领即个家庭这段。咱来复习今仔日的主题经文，啊，咱读几遍的经文，然后家中的成员，咱大家彼此代祷。吼，就是讲，咱无伫教会内底，你伫厝内，你家己祈祷，然后咱会当还是讲咱会当用同心的软体，甲小组中的组员做伙献上祈祷，啊，做伙分享，做伙交陪。但这三个讨论的题目，牧师简单提起一下吼。第一项就是讲，咱来分享先知约瑟的预言，对你的信仰生活有甚物体验甲启示啦？先知安尼讲，啊，到底伫你的心上信仰的体验是甚物？第二，分享你对长老教会历史中间，你有去经历到圣神工作的经验无？你家己的教会，你家己的地区，你有捌经历拄啊牧师介绍迄几项以外？还佫有真侪圣神工作的，医病赶鬼无，才会做的事。第三，咱嘛分享本身对圣神的经验，而且咱免啊改变对圣神工作的看法。特别我是咧讲，有人可能白铁，有人对这无兴趣，甚至安尼拒绝，这拢是咱感觉真无差的事。兄弟姊妹，下面咱要招兄弟姊妹做伙来祈祷，做伙来祈祷。咱同心祈祷吼，头一项，咱为着台湾的土地平安来祈祷。有几项牧师讲了，咱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保守台湾的国民，同心团结来防疫，减少外出，禁绝这个群聚吼。第二，特别咱为着北部、湘北的城市，哇，遐尼多几啊百个病例，会当得到大家同心合意来配合，会当得到控制，迄个指数会当慢慢降落来。第三，咱为着台南市民，咱的会友拢得到平安来祈祷。然后咱也为着一项，就是为着防疫第一线的全体医护人员，甲各级的防疫单位来代祷，因为因有点仔亲像冒险入去危险的所在，啊，若无因伫遐，佫愈危险，所以因爱跳入去危险，跳入去上灾难的中间去拯救。啊，所以咱为着因祈祷，求上帝赐因智慧、体力甲健康，来保护全体民众平安，来度过这个危机。咱伫音乐的中间，牧师带咱祈祷，啊，咱伫线顶，咱也做伙同心来祈祷。主爱主，阮的上帝，当阮台湾人咧享受热天要到，享受着快乐放假的心境的时阵，突然间疫情爆发，阮拢袂赴通好提防。阮对会当公开佚佗、买物件、旅游、团体组织，突然间阮必须爱关伫厝内。主啊，阮虽然逐人无愿望要安尼，总是这是上帝你互阮一个记号，一个警醒。当阮放松的时阵，当阮感觉已经安全的时阵，
危险就来。爸上帝，我这时阵要谦卑伫你面前，求你怜悯阮，阮台湾人搁一遍来警醒起来，细致起来。总是阮永远要感谢你。当阮听到这个信息了后，阮全台湾的百姓，大家人主动配合，主动奉承，主动减少外出。是阮知影，这毋是咧讲算笑，这毋是咧凊彩，这是人命的问题，这是保护家己、保护外人的、别人的这个重要的事。所以感谢主，阮确信，因为大家人欢喜配合，互这边突然间爆发的疫情，真紧就会当得到减少、减轻，会当搁恢复起来。特别讲为着台北、湘北，因为感染遐尼侪人，侪所在受限制，边仔的百姓嘛真惊吓。阮台南这个所在嘛有几啊个个案，主阮心内惊吓，求你怜悯，互阮减少外出，总是阮也无过头惊吓，引起阮心灵的伤害。阮台南市民会当伫防疫单位的保护看顾下面，阮会当得到平安。特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阮这长辈、这细囝，拢通得到平安。主啊，阮为着伫防疫的第一线的全体医护人员来祈祷。主因为因的责任甲使命，所以必须要接触这有确诊的人。各级的防疫单位穿着防疫衫，伫热天炎热的天气中间在工作。主啊，互阮会当体谅因，会当支持因，特别求圣神怜悯。上帝，你赏赐因智慧、体力甲健康，互经过因的贡献，互全体的民众拢平安来度过这款的危险。主，你爱阮，用虔诚敬拜。虽然我袂当自己做伙快乐，做伙交陪，甚至做伙啉食，总是主你爱阮，伫阮家己的家庭设立这段，因为主你就要伫阮中间。爸上帝，阮求你帮助阮大家欢喜配合，紧紧将这疫情压制落来，互阮能够恢复快乐的日子、欢喜的日子、三甲自己的日子。奉你的名来祝福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主，阮也知影教会兄弟姊妹有病痛的，有带伫病院咧静养的，阮求你亲自怜悯医治伫因的中间。阮也有接到教会兄弟有家庭死失、失去亲人的，求你也亲自安慰甲扶持。伫你面前感谢你，阮能得到线顶的连结，大家彼此代祷。愿阮的祈祷透到你的面前，得到你来接纳。阮安尼感恩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咱煞接呢，咱是要进行下面牧师要一面报告。咱因为无伫现场，咱就无请执事爷奉献地。不过牧师甲咱招吼，咱家中有一个听者。你用一个纸卡也嘛好，纸落也好，咱这时阵牧师要报告，恁有缘来收家内的兄弟，这个主这个奉献哦吼，这个奉献小等咱有奉献的感谢，奉献了咱有闲有时间，也是累积起来，几礼拜了，做伙摕来教会，表示你拢有份伫这个主这个奉献，你是有咧参加主日礼拜。咱今日有几项的事工报告，咱开始会当做奉献哦吼。小等来请贾牧师来主持奉献的这个祈祷。第一，咱拢知影这个消息，中央疾管局5月19宣布讲，咱全国的疫情升第3级，互咱拢袂赴通好应付就对啦。咱第2级升，随第3级，无一礼拜就升2级起来。所以呢，甚至各种的聚会甲宗教活动拢全面停止。咱顶礼拜就想到讲，唔知会禁止袂，所以咱顶礼拜事实就请兄弟无来啊吼，无拍算拜三就真正正式宣布啊。所以呢，总会咱的中会嘛公文通知讲，爱停止实体聚会，实到什么时阵呢？6月初8。这是专家所研究的这段时间呐。到迄个时间，5万讲会当退，
咱为着即日咱教士会当开放来礼拜来祈祷。第二就是讲要请兄弟伫线顶来做礼拜，所以继续咱还阁有2礼拜5月30到6月初6，这2个主日咱犹原要伫厝里做线上礼拜。所以咱教会拢会寄迄个网址互你，伫拜六拢会寄一个讲21个网址，第一场礼拜日内就看有啊，毋免家己搜寻就对啦。第二场礼拜嘛同款，你正常时间你招兄弟，大家人正式伫主会内面来做线上的礼拜。伫遮牧师嘛咧邀请你现在伫厝里大家坐伫碰椅倒位咧看即个礼拜，恁会当翕一2张上。甲传来伫咱的群组也好，传伫咱教会的即个媒体，互咱知影讲原来你伫厝里是安怎做礼拜的互咱收集起来，这嘛是一个纪念的，因为过来以后毋知有即个机会无再翕起来做纪念，互教会收集起来安尼。第三项即个线顶的礼拜会当用即个所在来做一个管道来收啦像富强光源国度的 FB 啦。我的教会 APP 啦，第三伫咱即个 YouTube， 伫即个影音富强教会影音团队拢会当搜寻到。咱教会拢甲你准备好迄网址拢打互你啊。你若无经过这嘛无问题若是讲你若伫外地无收到即个网址，你会当伫遮拢会当收到拄则有讲奉献咱参加网络的线顶礼拜，你犹原伫厝里通做主日奉献，用纸地收好，来适当的时间。来交来办公室来回正就对啦咱另外嘛有迄个多元的奉献管道，咱的月定奉献、十一奉献、甲圣经正讲的奉献，你会当用信用卡，也是阮银行的转账支持教会事工的运作。你嘛是讲我都这较袂晓用我用现金，你嘛当伫上班时间呢，你就来教会，爱个实名制连实名制入来。交互咱的干事来收，该签收安尼。特别你若是用汇款转账，请甲教会干事联络，因为你寄入来时阵有时无注明什么的是，毋知影这条钱是啥寄的，所以就确定奉献金额、项目甲姓名。迄个你若用 ATM 转账，搁较无看到文字嘛有代号尔，所以你要甲咱的干事讲，我后壁迄5号你。ATM 转账了有一张收单嘛，迄条收单有代号，念一个代号就知影讲这个是某咪人的安尼。这一张卡图卡咱拢有寄各兄弟，伫咱的 FB 内底嘛有搁一项真重要，因为咱袂当自金嘛，袂当群聚，所以呢有小组的网络的聚会，请咱各富强的家内人伫疫情的期间用小组做单位，透过这个。通讯的这个软体，咱讲遍地足坛，就是咱讲阿伯拉罕伫各所在去做这段共款，彼此关心，互相带导。咱嘛咱学习 RPG 这个字写毋对去 RPG 才对，复兴基督的模式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当然阁有一2项报告，就是讲中部带导团队邀请兄弟参加疫情期间40天的连锁祈祷会。禁食祈祷会就是对5月17，对顶礼拜拜一到6月25，40天学习亲像国外这前的全教会禁食祈祷的模式。咱祈祷事项已经透过这个网络群组寄互大家。伫今仔咱的周报内面另外来嘛有印伫迄内底另外中部大岛的祈祷室，因为咱袂当出外所以有法暂停。你嘛会当伫你照原来服侍的时间，你伫厝里做代祷，为着咱疫情会当平安度过，稳定束缚，伫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继续来代祷。最后是关怀的消息咱真毋甘咱教会晋级弟兄子玲姐妹夫妇伊的细汉查某囝金恩宇小朋友，伫5月19。来蒙主恩调，安息主怀。这个告别式已经伫昨日拜5举行完毕，请咱为着这对少年的夫妇祈祷，上帝怜悯、甲平安、甲因同在。另外，咱一位教会林秀娜姊妹呢，伊的故乡伫印尼，伫几个月前，伊有亲人因为感染着新冠病毒，就过身去。
前日佫听到伊的阿姐、二姐呢，嘛因为安尼来过身，伊佫袂当转去关心，所以心内真艰苦。请咱大家为着伊连续失去亲人的伤痛，咱继续为伊祈祷，求上帝亲自安慰甲扶持。但是姊妹，请恁嘛会当将咱今仔日即个网络的线顶的礼拜，有啥物所在你感觉讲在接收无好势阵，来反映起来，互教会，互咱教会当更加改善安尼。愿主亲自祝福，咱甲下面交互谢牧师，咱要来做奉献的感谢，也来做上营，来做结束。咱做伙起立，伫前面的遐做义员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咱做伙来看即个月的金句，伫加勒太书5章22节到23节，咱来读台语，做伙开喙请。毋过圣神所结的果子是仁爱、欢喜、和平、忍耐、温慈、良善、忠实、温柔、节制。这款行为一般的法律无得禁止。最后，咱来吟上营圣诗400首，咱由愿站起来，做伙同心来吟。愿主仁爱，甲你伫地，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领受你上帝来恩典祝福，伫你甲你的家。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伫这个疫情严重的时阵，大家人有平安、有喜乐、有对上帝来恩典，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即位，咱做伙来默祷，来避讳。请坐。
那个放着，等一下再一起再装。